撐。啟德體育園，佢打埋呢個先。17幾唔夠2000，19幾都好啲。係咯，而家好少少啊呢個，即係要先第二個回合19。呢個回合去到2500。有2500就好啲啦，有2500就好啲嘅，2500、2600啊，都4000，哦，2500啊，2300，啊2300，冇2500啊，右手邊冇咁好啊，真係。你兩仔爺打雙打未啊？打咗啦，5100啦。係得嗰邊個左手邊好啲嘅，右手邊好難。3000鬆啲啊，3500啊，3400、3500。keep 住3400啊！3400啊，係咪？我都話3400啊，最多。啊簡單。係啊，3400啊咋最多。打就去打，你想打邊個？左機啦，雙打。哦。呢部框爛成咁，關斜嘅。俾謝振偉打到謝撚晒。